讲到这路动部爆出霸凌案件了后呢，这卫福部下晡也公布上届新的霸凌调查，也有一个听取的结果，总共接到8件的这场霸凌案件，3案成立，7个人受处罚。其中这保护司的视察因为情节重大，除了调离开现有职务以外，也该记一大个以上停改。公布文这场霸凌事件持续地讨论，卫福部公布最新霸凌调查结果，也甲处罚，拢总有8件好亲像霸凌的申诉。经过外部学者专家审议了后，认定有3案成立，并经考纪会决议处罚，包括保护司兼任视察、长教司专门委员，也甲社工司兼任视察。其中保护司兼任视察，因为情形严重，除了记一大个调离现职，嘛会依法停改。有这一个大声斥责嘛，哈，还有就是说不合理的退公文。并且造成他整个这个自尊心，还有等等这边的一个受创。卫福部处长李建德表示，其他申诉案件虽然霸凌无成立，不过未当有效阻止这场霸凌，应该负监督管理不周的责任，所以连带受到处罚。包括长教司司长、社保司司长、社工司司长，也甲保护司司长，分别记告甲新改。后续会强化部内的主管自我注意，也有沟通直接的技巧。启动了职场安心计划。目前也陆续有同仁来做个人的咨商申请，那么后续我们也需要强化部内主管人员的自我觉察以及同情心、情绪管理能力。若是长教市长要求部小组深渠霸行健身，卫福部处长李建德指出，经过调查，市长并无强制要求同仁做运动，虽然无符合这场霸凌的要件，不过这个行为已经造成不良的后果，所以记一小个处分。李建德讲，会全面检讨业务成长加人力适当的配置，争取合理的原额，和工作负担得到真好的分配，营造员工安心工作的这种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